若是要出外旅游，真侪人拢会提早伫咧网络顶订房间。不过，民众订家己的一间汽车旅馆，住暝一暗要4000外，差不多是15平。不过去住的时阵，房间煞干那6平尔。迄当阵工作人员是甲回应讲，15平是包括公共空间，或者消费者是真好接受。落尾手业者是出来回释咧，讲是员工甲房间排了唔对去，会加强训练。因那消保官嘛提醒。房间的面积嘛是契约的一部分，业者应该都要照拼照行。房间内放一般双人床甲椅仔这家具，看起来我买6-7平，热甚至十来带亲人到家己佚佗。伫订房网站一定先开无偌久，复合式汽车文旅，一暝爱4000外，15平伫大床的房间，无想到入去大煞发现平数较无一半。第一次他的回复是说，标示的空间是有含停车位的，那我就很纳闷啊，因为我们不是车库型的房型。第二次打电话回来，他就讲说，旅馆就是有预期你们住客可以使用的空间加起来的坪数。因为这间旅馆有未少亲子设施，佮加网络影片介绍，吸引真侪旅客入去住。啊，毋过订房爱佮靠公设比，互人无法度相信。佮因为饭店已经客满，无法度换，赖先生无奈选择退费，去甲伊甲这个租务搭上网络。真的也是对客人很抱歉，柜台人员排房的时候可能排错这样子。订房部分我们一定会再做调整，然后希望这位客人下次来我们也会给他做优惠。旅馆的定价有真侪种房型，原价为2000外到15000不等。业者回释的表示是员工排唔到房间，会加强训练。住宿面积属于定型化契约的一部分，旅馆应切实的履行。如果有不履行的情形，依民法不完全给付的规定，消费者是可以请求解约或减价，或者是请求换房。消保官讲，房间的面积嘛是定型化契约的一部分，业者应该开始照做，嘛提醒消费者出去旅游进前，上好会当甲旅馆业者充分沟通，以免发生纠纷，规个心情拍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